台南市政府来选中我们宇城建筑的房子来作为这个振兴里最大奖，您的看法如何？第一个个人而言的话，就是能够参与这次的活动我个人觉得很荣幸应该是刚开始我们反恐就是为什么会选上了因为我们是一个很低调的一个公司那后来了解市长心中真正的想法之后，我很感动因为从疫情到现在很多行业他们是都很辛苦在经营，尤其一些小吃业、旅游业或是一些店家都非常的辛苦那市长希望更多的人到台南来那如果只有汽车的里大家都有了他说服我们建筑业者看能不能有更创新的方法，就是房子五子登科这个事情那这样子的话，在媒体上的亮点会更有亮点更有亮点的话，会有更多人到台南来所以我们就基于这样的理由参与这样子的一个活动，那我觉得非常荣幸，也非常有意义那我为什么赶到这边发展因为世界上的领袖就是张先生、张忠谋先生，是我们非常钦佩的一个科技领袖他愿意投资，用兆元在这边做投资，我们用他的1%到这边投资我们1/1000了兆跟意思1/1000，我们是1%我们用它1/1000的金额到这边投资，第一个感觉到荣幸，第二个可以跟着世界领袖的观点走。当时就是初心，它的法规很严，都要退收3米、退收5米，甚至脚地都要退收10米。这个就是我第一个喜欢的一个原因，因为台南市没有这么法规这么严的一个地方另外一个就是说，它连你种什么树它都要规定，这边的路树都非常好，台湾榉木甲东，这个都是原生种的那种乔木我非常喜欢树木这种感觉所以在这种理由，我觉得那时候10年前我就觉得说这个地方是我可以生根的一个地方，就基本上是这2个原因。第3个重要原因是紧邻，就是南部7县市最大的就业人口的地方，因为这个科学园区拥有大概1000多公顷的工业区，有将近1800公顷的农业区，就它有很好的一个未来的一个发展空间这个当时的苏县长就是有用浮动开发区，15个浮动开发区嘛我觉得这个是很先进的一个做法，所以10年前我们就这样子在这边发展到现在。最大的投资者就是台积电5奈米、3奈米，这个都是世界上最先进的 IC 都在我们这边生产。然后世界上台湾最优秀的人才，也因为这个厂在这个地方都到来台南这边来就业，相对上也改变了我们的人口的一个受集的氏族当然也改变了我们的人口的氏族所以这边的发展我觉得是刚开始而已未来的发展我非常看好。为什么？第一个，它交通条件非常的好，高铁经过，台铁经过，4个交流道因为你要发展任何事业交通条件是第一优先，第二优先就是它的腹地，它有没有足够发展的一个腹地，南科都具备了因为它周边都是平原，它有非常广泛的一个发展基地。另外一个交通条件非常好，那加上是世界级的产业在这个地方你说它不发展都很难。那林董，您认为那在地方政府扮演的角色，它应该要积极的有些具体的作为来协助南科周边的发展。您认为有几点是地方政府必须努力的？第一个是水电水跟电一定要充足的供应，这是产业他们必备的。第二个一定是交通我一直倡议交通
有一个高铁第二站的一个观念。哦，其实高铁是经过南科的，哦，它是跟台铁是交汇在新市的一个旧站那个地方。以现在的一个工程的一个能力，哦，政府绝对有办法在这边设置第二站，就台南第二站。因为很多科学园区的朋友跟我们讲，他们很奇怪，从新竹来，然后坐到经过科学园区，结果又要到仁德又再回来。哦，从新竹来的时间跟从那沙仑来的时间是一样的。他们一直很纳闷这个事情。哦，如果能够在这边设计第二站，南科第二站，哦，南科第二站就是在看西农场旁边，然后再把看西农场做整体的规划，哦，那成为一个最先进的一个科技城市，台南可能会成为新的台湾首都，这是我个人的看法。好，所以南科如果有设计第二站，好，那也不要影响高铁，比如有100班里边30班停在这边，在他们上班时间繁忙、下班时间繁忙的时候，有30班停在这边，政府可能花个15亿到20亿做一个站体，新的站体在这个地方，然后台铁就变成什么新的捷运，好，就是高铁到这边新的捷运就又多了一条捷运，对不对？好，马上多了一条新的一个捷运进来，那有第二站，这对台南的发展非常重要。这是交通的部分了，一定要去找世界上最先进的，就是城市规划的那种人才到了来做城市规划，那台南不得了哦，就是交通跟住的部分哦，这个我觉得这个是政府可以协助南科人，然后成为世界上最亮眼的一个生活区、就业区。另外一个最值得发展的区域，我个人认为是成功大学的周遭，哦，它有很多巷子是2米的老旧社区，哦，容积我看都也蛮过的。这些老旧房子，我觉得应该要把它，哦，看透过什么方式，都更的方式，或是围绕的方式，哦，然后跟建筑业者，哦，来一起合作，把它变成一个就是老城当中的新城，就是说把它重新做规划，因为2米路、3米路不适合在成功大学的周边，然后把成功大学视为一个就是台南市的中央公园。因为现在中山公园跟成功大学如果结合在一起，铁路地下化了嘛，所以他们2个是结合在一起的。这样的绿地有100多公顷，你要再找到这么大的绿地很难。但是旁边的建筑物不要再盖那个2、3层楼、3、4层楼，那老旧房子我觉得都应该要把它划入历史，把它拆掉，哦，变成重新塑造成一个很完整的一个基地，然后用现代的建筑就在这个旁边，哦，那以成大这个边为首，这会变成台南市最高级的一个生活区。我觉得这一期是很值得期待跟发展的一个区域。我最希望它未来的发展啊，是一家就是领导生活的一个建筑企业，啊，可以领导生活，因为家是最温暖的一个地方。我非常重视家庭，啊，因为如果这个社会家庭都具备很温暖，是一个很温暖的一个地方的话，我相信很多问题都会得到解决，教育、治安，社会发展，可能都会得到非常好的一个解决。所以，身为一个就是建筑从业人员，我们是建筑从业人员，我一直定位我们是建筑人员。所以刚开始创立的时候，我们就没有以城建设这2个我们拿掉，我们是建筑这2个字比较辛苦，因为要雕刻这个家，那这个家在我心目中是怎么样的一个家？房子是很硬邦邦的东西，你怎么去软化它？第一个树，所以我很希望就是说，我们的都市计划，一定要退缩这种观念。退即是进，退缩是要让更多
绿化的东西到这块土地上面来。不要一块土地拿到就是要把它盖多盖满，应该有适当的喘息的一个空间哈。家是长期要住的一个地方，外观一定要用白色系列。第一个，那第二个能够让建筑物软化的地方就是植物，一定要种树。这是我坚持的一个原则。如果偷天的，我都送给每一户人家一棵乔木，不是黄连木、台湾榉木，就是非常好的一种树木。因为树会软化这个家。